作為帕爾馬希亞嘅終極顯化，海沙雅穆爾提 Kesvamuthi 失利文卡特澤瓦拉穆爾提 Srivenkatesvaramuthi 我以帕爾馬德雅塔 Paramadveda 終極合一祝福你哋所有人。我點化你哋所有人，喚醒你哋嘅財富意識。Sava Mangalapapdarastu 願一切吉祥降臨。所有喺蒂魯曼納馬來同伊比薩嘅帕爾馬希亞集結參與者、齊察巴成員、拉賈薩巴成員以及所有亞迪、納瓦希亞，祝福你哋每一個人。聽好，今日我要揭示一啲極其強大嘅真理，並為你哋所有人進行點化。睇下你而家假設緊啲咩？感受嗰種力量，佢叫做巴雅、巴雅、巴拉，當下假設之力。舉個例子，無論你嘅外在境遇如何，如果你而家感覺自己健康、富有、強大，你當下假設可視化，有意識去相信，你因此感受到嘅力量同強度，呢個就係巴雅。而如果你刪除你嘅過去，你過去曾經貧窮，刪除嗰啲記憶，嗰個過去，然後可視化，擁有過去你亦富有嘅巴，並且你喺現在同未來持續富有，你通過重寫過去感受到嘅力量，叫做巴納、巴雅納、巴拉，重寫之力。聽好。當你而家假設、相信、可視化、感受到力量，叫做巴雅。如果你刪除過去，通過重寫過去嚟假設、感受嗰份力量並活喺其中，顯化佢，就係巴雅。而當你理解、仔細聽，如果你想健康，你需要單獨可視化；如果你想要財富，你需要單獨可視化。刪除過去，重寫過去，每一樣你都需要單獨刪除同重寫。但係，如果你刪除你過去每一個層面嘅記憶，將佢重寫為帕爾馬希亞，你將顯化全部嘅健康、財富、覺醒、能力，你可以想象到嘅一切，同你想象唔到嘅一切。呢個叫做巴奈泰特薩巴巴拉、巴雅納、阿提塔、薩德巴雅、巴拉超越重寫之究竟之力。聽好，我重複一次，我正喺度揭示嘅係一次性顯化，一次性顯化你想要嘅一切。巴拉，你想要財富，你而家唔夠富有，但你想要財富，你可視化你係富有嘅，呢個令你感到強大，並顯化財富。呢個係巴拉。巴拉，你刪除過去貧窮嘅記憶，重寫過去為富有，然後佢喺現在同未來開始顯化。呢個係巴拉。巴奈泰特薩巴拉，唔只為財富，唔為健康，唔為關係，唔為一兩件事去刪除同重寫，而係刪除你全部過去嘅記憶，將你自己重寫為帕爾馬希亞。從你記得你有記憶以來，你從來都冇同帕爾馬希亞分離過，你就係帕爾馬希亞。喺你記得你自己係一個個嘅嗰一刻，刪除佢，重寫，唔係，我從來都冇將自己當係個，我只係帕爾馬希亞，持續以帕爾馬希亞存在。喺你覺得呢個身係我嘅嗰一刻，唔係，我從來都冇覺得呢個身係我。帕爾馬希亞正通過呢個新顯化。如果你坐低持續重寫，呢個就係終極目的，達到帕爾馬希亞特雅 Paramadveda 究竟覺醒嘅最強大秘密方法。理解嗎？我而家解密緊海拉薩嘅好多秘密覺醒技術檔案。我嚟呢度唔單止係解碼，我亦都解密緊好多秘密文件，就好似CIA解密所有同外星人有關嘅文件一樣。我正喺解密海拉薩所有同覺醒有關嘅文件。海拉薩情報機構嘅 CAS 覺醒秘密檔案，我正解密並揭示。聽好，刪除，刪除，刪除你擁有嘅所有記憶，並重寫，將佢顯化為帕爾馬希亞，帕爾馬希亞，帕爾馬希亞。呢個將會成為堅實嘅基礎。聽好，重寫後嘅過去就好似鋼筋混凝土嘅地基，混亂嘅、受擾動嘅過去就好似鬆軟嘅土壤。喺鬆軟嘅土壤上建造你嘅現在同未來，佢企唔住。你攜帶嘅深層痛苦記憶以驚恐發作嘅形式浮現，嗰個係地震，係斷層線。理解呢啲比喻，深層嘅痛點喺你內在潛伏，突然好似驚恐發作一樣湧上嚟嘅，嗰個就係斷層線。如果你喺鬆軟嘅土壤或者斷層線上建造你嘅現在同未來，你唔會有安全嘅人生。如果你仲寫你嘅過去，喺佢之上你嘅現在同未來得以建造，你就有咗鋼筋混凝土嘅堅實基礎。你嘅人生喺上面建造，佢一定成功。所以理解，無論係健康定係你想要嘅一切，你唯一需要做嘅，唯一需要聚焦嘅，係你關於過去嘅記憶。聽好，你唔可以改變未來，因為未來仲未存在，唔喺你嘅掌握範圍。你唔可以改變當下，因為當你試圖找住當下嗰陣，佢正喺度流走。第三件事，聽好，你甚至唔可以改變過去嘅事實，但你可以改變你記錄嘅過去，因為你從來都冇按事實記錄過佢，你一直都係按你嘅意願記錄嘅。所以你記錄為過去嘅嘢，並唔係你嘅過去，呢個係好消息。而你可以刪除、重寫你記錄嘅嘢，呢個係大好消息。你唯一需要做嘅就係刪除並重寫你嘅過去，以你所記憶同記錄嘅方式，呢個係最大嘅好消息。我今日口述嘅每一行都係直接從 KIA 海拉薩情報機構檔案中解密而來。我唔係淨係嚟解碼嘅。大師地、覺醒者、覺醒古老地、偉大嘅覺醒大師解碼經典。
而帕爾馬希亞人，當佢以帕爾馬查利亞 Parameter 嘅形態顯化時，佢唔單止解碼，佢解密海拉薩嘅大量檔案，令人了悟、醒來、覺醒。你哋有幾多人睇到美國 CIA 解密咗所有同外星人有關嘅檔案？嘿，我話你知，如果你對外星人感到好奇，覺得哇呢啲解密嘅文件太精彩啦，我話你知，從 Sword 嘅天堂界、Mahalo 嘅偉大界，當人哋從 Patala 地下界向上睇時，我哋就係天界眾生。你哋唔明，其實你哋已經祈同敬畏望住佢哋，哇太棒啦，哇呢個嗰個，但你哋唔明，來自 Patala 或 Sword 嘅眾生，當佢哋睇 Below 嘅地球界時，佢哋覺得我哋先係真正嘅天界眾生，因為冇一個擁有嗰個能力。聽好，無論係下界 Atala、Vitala、Sudala、Talatala、Patala， 定係上界 Sword、Mahar、Taba、Jana， 所有呢啲更高嘅 Loka， 既唔係上界，亦唔係地球界，亦唔係下界，佢哋都享受唔到 Jagrat 清醒、Swapna 夢境、Susupti 深睡呢三種狀態。聽好，每一日自然而然落入呢三種狀態，嗰種軟件布線係終極覺醒所必須嘅，但其他任何界都唔具備。無論係 Buvar、Suvar、Mahar、Jana、Taba、Brahmaloka， 定係 Tala、Vitala、Sudala、Talatala、Mahatala、Raisatala、Patala-Loka， 上界同下界都唔具備嗰種可能性。所以理解，你望住嗰啲 UFO 咩嘅驚嘆，哇，外星人存在，太棒啦！佢哋有呢個能力，嗰個能力。我話你知，嘿，我就係從嗰度嚟嘅。我話你知，其實你哋先係天界眾生，你哋唔明。我知道全部15個 Loka，就好似你咁好奇嗰啲世界，想知想去睇下一樣，佢哋都全部都咁好奇，佢哋其實都做緊咁多苦修，為咗成為人類嚟到呢度。但可笑嘅係嚟咗之後，佢哋忘記咗點解嚟呢度，用嗰啲愚蠢嘅嘢跑嚟跑去，而唔係刪除過去，重寫成為覺醒，糾纏喺三道世界入面，忘記咗目的。我話你知，你哋所有人都係嚟到地球嘅天界眾生。特別係嗰啲感覺同我連接嘅人，你哋都係為咗同我一齊慶祝覺醒，活出永恆自由嘅生活而嚟嘅。但係嚟咗之後，糾纏喺三道維度入面。咩係三道維度？長、寬、深。婚姻、職業同社會成功、名聲、回報或社會認可，被卡喺呢啲三道維度入面。係嘅，三道維度新唔壞，但係被卡喺三道維度入面係壞嘅。你應該用第5維度嘅力量喺三道維度中顯化你想要嘅，通過重寫你嘅過去。重寫你嘅過去，你所有真正嘅問題都會消失。我話你知，喺重寫過去之前，你係問題嘅一部分，唔係解決方案嘅一部分。直到你重寫過去，你係問題嘅一部分，唔係解決方案嘅一部分。所以理解我正揭示嘅偉大真理，巴雅巴拉、巴雅那巴拉、巴雅那亞蒂塔、薩德巴雅，理解嗎？將所有過去嘅記憶 wing 一顆核彈上去，唔好試圖用推土機一個一個清除記憶再重建，直接 wing 一顆核彈。話 Paramassive Ham， 我係帕爾馬希亞，我從來都冇同帕爾馬希亞分離出世。帕爾馬希亞假設咗呢個身，我從來都冇覺得呢個身係分離嘅。我擁有嘅任何記憶，我正喺刪除。由嗰一刻起，我一直覺得我就係帕爾馬希亞。聽好，我俾你哋另一個秘密，來自 Kia 海拉薩情報機構嘅機密檔案。每當我被吸入三摩地時，呢個就係正正發生緊嘅事。我被吸入三摩地，你哋以為呢個新經歷嘅一切，嗰啲全部被刪除同重寫。帕爾馬希亞，帕爾馬希亞，帕爾馬希亞，結束。然後好，而家嚟啦，開始，我哋傾下計。接下來應該做啲咩？我嚟到 Sahaja Samadhi 自然三摩地，開始講嘢交流。呢個就係每日我被吸入三摩地時發生嘅事。我揭示得太多啦，而家取決於你哋啦。聽好，只有當你能夠喺清醒、夢境同深睡之間自如轉換時，你先可以刪除並重寫你嘅過去，否則你唔可以。下界嘅眾生永遠活喺夢境同深睡中，佢哋無法進入清醒狀態。上界嘅眾生永遠喺三摩地同清醒狀態中，佢哋無法進入夢境同深睡。只有人類可以喺所有三種狀態中遊戲，只有你能夠喺三種狀態中穿越，你先可以刪除同重寫你嘅過去。呢個就係點解我話你知，你比嗰啲 UFO 嗰啲你喺 CIA 外星人檔案入面學到嘅嘢更加有福。你哋當中有幾多人睇過嗰啲檔案？去睇下嗰啲檔案所描述嘅2萬年前，我哋嘅大師喺往世書入面已經明確寫出嚟啦。甚至嗰啲外星人嘅大小、形狀，佢哋喺白火星嗰度嘅描述，全部都喺我哋嘅往世書入面被詳盡描述咗。你係最強大嘅天界眾生，因為你可以刪除並重寫你嘅過去。聽好，
喺任何界中，如果有人被詛咒，佢必須做 Prayeshchitta 贖罪，以脫離詛咒，獲得解脫。佢一定要嚟到地球睇。有時果羅陀同梵天爭吵，或者亞及摩耶同其他聖人互相詛咒，地球同呢個無關，嗰個係佢哋世界嘅問題。但嗰個被詛咒嘅家伙一定要嚟呢度。點解我哋要俾佢哋提供庇護？我係用美式英文講嘢，但宇宙就係運作嘅，因為任何人被詛咒，或者想覺醒或者解脫，佢哋只可以嚟呢度。人類身係覺醒所必須嘅，最稀有、最珍貴、最好嘅身。我哋嘅往世書擁有比 CIA 解密檔案更真實、更詳細嘅外星人同 UFO 描述。聽好，你唯一需要做嘅嘢就係刪除你嘅過去並重寫。你唯一可以做嘅嘢就係刪除你嘅過去並重寫，冇其他，其他一切都係浪費。就係咁，就算係你嘅過去失敗，都係過去嘅記憶。所以刪除嗰啲失敗，重寫為你喺每一個層面都一直係成功嘅，因為你係帕爾馬希亞，你唔可能失敗。你喺每一個層面都一直係成功嘅，所有嗰啲成功嘅總和，就係你呢一刻正喺度顯化嘅。重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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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刪除，重寫，刪除，重寫，刪除，重寫。當你睜開眼時，你會見到你就係帕爾馬希亞，而摩海拉薩就喺呢度。我揭示得太多啦，而家取決於你哋啦。刪除你哋嘅過去，重寫並顯化。我祝福你哋所有人，點化你哋所有人，賦予你哋力量。聽好，我甚至可以更進一步。當你哋都喺我面前嘅時候，我可以同你哋所有人連接，用我嘅力量全方位轟炸你哋嘅過去，並將佢刪除。因為呢一刻我正同你哋所有人合一，我可以進入你哋並刪除你哋全部嘅過去，將佢宣告為帕爾馬希亞。你哋只需要配合。所以任何記憶從某個角落冒出嚟，話俾佢知，你唔再擁有控制我嘅力量。上司已經刪除咗我嘅過去，並喺我嘅過去每一個層面宣告我係帕爾馬希亞。所以我就係帕爾馬希亞，只有嗰個會顯化，其他一切對我冇力量，其他一切唔會喺我身上顯化。就好似你嘅恐懼一閃而過，但係佢唔會顯化你嘅現實，只有你有意識重寫嘅嘢先會顯化。同樣，當我正喺重寫時，甚至唔係有意識重寫，而係超意有意識重寫。我俾你哋呢個恩典，我正喺超意有意識重寫一切。帕拉馬希沃哈姆，帕拉馬希沃哈姆，聽好。你哋全部都係帕爾馬希亞，即使當你認為你係我嘅弟子，你處於帕爾馬希亞嘅弟子上 Sisibaba-Muthi 中。點樣理解？帕爾馬希亞同 Subramanya 同坐，扮演弟子嘅角色。你哋都係喺度演戲，上演我係弟子嘅里拉啦神聖遊戲。但你係帕爾馬希亞。當帕爾馬希亞飾演弟子，從 Subramanya 嗰度聽大真言同 Pranav Mantra 嘅教授時，你認為佢唔係帕爾馬希亞咩？佢係帕爾馬希亞扮演弟子上嘅里拉。同樣，即使你哋呢一刻都作為弟子坐喺度聽我，你哋全部都係帕爾馬希亞扮演緊弟子上。我正喺刪除你哋所有嘅過去，將佢變成帕爾馬希亞，帕爾馬希亞，帕爾馬希亞。第一次你覺得自己係一個獨立個，我正喺度刪除佢，令你成為帕爾馬希亞。帕爾馬希亞唔可能感覺自己係獨立個，佢只係感受整個宇宙。你係帕爾馬希亞。第一次你覺得你係呢個身，我正喺度刪除佢，令你成為帕爾馬希亞。帕爾馬希亞通過你嘅身顯化，佢從來都冇覺得你係身，佢就係嗰個身。佢通過你嘅身顯化，佢唔係感覺，佢就係呢個身。你生命中經歷過嘅每一份痛苦，我正喺刪除呢一切，將佢哋變成帕爾馬希亞。帕爾馬希亞冇痛苦，佢唔可能經歷任何痛苦，佢冇痛苦。每一次你因為幻覺同無明而受苦，我正喺度刪除呢一切，令你成為帕爾馬希亞。帕爾馬希亞唔可能有幻覺，唔可能有無明，你係帕爾馬希亞。每一次你感到恐懼不安，我正喺度刪除呢一切，令你成為帕爾馬希亞。將你嘅過去重寫為帕爾馬希亞。帕爾馬希亞，帕爾馬希亞，佢唔可能有唔安全感。帕爾馬希亞係永恆嘅，佢唔可能有唔安全感、恐懼，任何嘢都冇。每一個層面，幻覺、不安，你內在越嚟越深、越嚟越深嘅糾葛，我正刪除呢一切，將佢哋變成帕爾馬希亞。帕爾馬希亞，帕爾馬希亞。喺你嘅每一個層面，喺你嘅過去中，你記得過去失敗並失去咗對自己能力同力量嘅信心。我正刪除你記住過去失敗嘅記憶，以及由此得出嘅你喺每一個層面都係失敗者嘅結論。我正刪除、刪除、刪除，使你成為帕爾馬希亞。帕爾馬希亞，帕爾馬希亞，帕拉馬希沃哈姆，帕拉馬希沃哈姆，帕拉馬希沃哈姆，帕拉馬希亞特雅馬西，帕拉馬希亞特雅馬西，帕拉馬希亞特雅馬西，就好似藝優。